大乡亲啊，咱回头来看昨新增加的第43例甲第44例。第43例是北部一个50多岁女性，伊甲第39例做伙上插花课去互画着。若新增加的第44例是北部一个30多岁男性，甲朋友去菲律宾游览去互画着，嘛是台湾第一例伫菲律宾画着病毒的个案。加在两个人的镜头拢真轻。也毋过，中国上新的研究讲，不管是重症，也者是轻症，有一定比例患者拢去挨着肝咯，肝功能拢无正常。昨天宣布39案结案，可事实上39案结案了之后，他等于是一个接触者。才宣布完结案，过长天疫情马上搁大转弯。新增加的第43例是北部一名50多岁妇人人，3月初3发烧脑疼，3月初4通报采检，3月初5确诊，掀开伊的接触史。原来第39例确诊的前几天，也就是2月24甲2月25做伙上插花课，研判是39例引起的群聚事件。那时候我们疫调以后就做居家隔离，那3月3号有相关的症状。至于他的家里的一个同住的家人，目前来讲我们也采检过，那为阴性。另外一件是北部30多岁男性，2月28到3月初3到菲律宾旅游，3月初2出现胃肠闹瀉，3月初3然后无爽快就医，3月初5确诊是境外移入的个案。好在这2例新增加的个案都轻微，不过中国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，不共听到武汉肺炎的患者，无论是接受侵入性或者非侵入性的治疗，除了肺部损伤以外，有一定比例患者会有肝功能异常的情况。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使用到一些药物，这些药物可能会对肝脏是有影响的，所以这些理由呢，使得有1成到5成的人产生肝功能的异常。轻症患者通常会当恢复，若是出现严重肝损害，就需要服用保肝药物。医师嘛提醒，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也会持续几个月，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卫生，才会当避开病毒。